民国97年，空军中士蔡学良伫咧靶场吊枪过身，检方是以自杀来结案，这是互家属无法度接受，一直咧走上庭前。监察院的委员蔡宗义今仔日表示讲，有新的事证，伊已经申请自动调查。国防部也回应讲，会配合调查。 空军中士蔡学良，民国97年伫靶场中枪死亡，震惊社会。检方以蔡学良用65K2步枪自杀结案，因为疑点真济，家属蔡妈妈无要接受17年来四界走踪寻求真相，分别向监察院甲总统罗清照陈情。罗总统指示国防部处理，国防部伫5月举行对峙会，即马案件有新的进展。监会蔡崇基15表示有新事证，已经申请自动调查。蔡妈妈感谢监会慎重证据，也可批评国防部态度消极。这个报告已经足以可以证明蔡学良枪伤不是6步枪的枪伤。从蔡学良的命案，他们走手过的每一个人都升官，要去翻他们以前不推定那个蔡学良死亡的，不等于是自打嘴巴吗？他们当然要压下来呀。监察委员依法行使职权，本部将秉持一贯立场，配合调查。 监委蔡崇基表示，国防部伫2019年委托台大法医学研究所办理鉴定工作，搁伫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作中心进行实弹测试甲鉴定，结果显示，原军事检察官认定蔡学良是为轻伤，提65K2步枪自裁事实基础已经有新事证。同时，为调查清楚司法检察机关是毋是有侦查态度，甲违反证据法则代志，已经申请自动调查。这后过去被家属开记者会，会高度关切。我个人也认为学良的伤口不是步枪所为。谢谢台大法医所的鉴定，以及蔡监委的重启调查，希望司法可以勿枉勿纵，蔡学良的案件可以真相大白。 国防部长郭立雄5月才伫对峙会强调，要互社会佮对国军有信心。蔡妈妈无奈表示，毋是对峙会，是为后生用色情冤屈的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